家好，我是叶水美。今日要来带大家来跳有氧拉丁舞。今日的助教是来自美丽的谢祥义老师，好，还有我们的彭玉玲老师。好，要来带大家一起来暖身。好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做哦。好，两只手往上提，然后合掌往上延伸。好，胸两个 U 片，好，延展。我们数8个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弯奏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回正，好，向上延展，好，头看天花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回正，来，双脚打开，来，将你的手往你的左边延伸，来，我们的臀部，来，先左右律动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弯片，好，将你的手延伸到你的右边，好，加上臀部动作，开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完成。来，将双手打开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手由前面画一个圈，转到后面。好 ，U 数，好，往上延伸，转到后面。好，一样是一个8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一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很好，回正。再来，我们来做我们的肋骨。好，肋骨的线条，来，请向右边，膝盖微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很好，来，手拿起来。好，在头上交叉放下。好，下一个动作呢？好，我们的手平举往后摆动。当你往后摆动的时候，脚掌要提，脚掌要捏起来，好，向后背，好，脚掌捏起来，好，向下来做哦，好，好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最后一次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很好。来，我们先来做一个双手往上延伸，再打开吐气。好，那暖身就都要得位。接下来，来学习的是吉鲁巴的前进基本步跟后退的基本步。吉鲁巴跟他，之前学过的哈，膝头要放松，往后弹动。好，踏步脚行出去的时候，要记得膝头要出来。好，筋骨要不用松的，膝头要出来，要不用松的。好，它的基本步就是重音的时候，膝头要记得要出来。好，所以基本步。张奎是行出去嘿，蹦恰蹦恰。好，前进的基本步，它的第3步的时候，我们不走了，好，就直接往后点，好，但是2只腿一样要直的，然后再收回来。好，再讲解一多哦，那吉鲁巴呢叫做3步吉鲁巴，原则上就是以3扑为基础。好，那1扑。2扑，第3扑冇行，侧脚拿起来点，数正来。好，那我们算拍子的时候，你就会算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那算1、2、3、4、5、6都正来。
啊。好，不管左脚右脚就空央，好，右脚开始行空央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这是前进的，好，按侧面了看一下，好，按左脚开始哦，一开始启动的时候，膝头要先放松，好，放松走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5的时候哈，两只脚啊保持喺侧嘞，6的时候又舒转来。对，也系前进。好，那弯右脚，弯右脚哈，同样哦，右脚行出去的时候，先左脚先放松，1、2、3、4、5，的时候脚又要传出6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好朋友们有注意到吗？记录把重音的时候膝头要出来。好，重音就是我们的。单数，好，按双拍子的时候单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就是单数哦，1、3、5，那膝头要打出来，好，1、3、5膝头要打出来，好，再改一刀，按前进哈，从左脚开始哦，好，开始按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这是前进的，好。有前进就有后退，哈，它还按前进呢，又有同样有进就有退哦，所以按头呀，5、6倒转来以后，按到退后，同样1的时候脚一出来，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后退没同样哈，让落去的脚一出来，好，一开始放松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5的时候做了脚点出去，好了，侧面了再做改动，本大家看哈，左脚开始前进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两只脚拢传出来，6收回来，好，退后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改动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推转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这就是记录把前进的基本步，然后后退的基本步。好，从压这基本步呢，以左脚开始来练习，压左片，谁拉也跳舞就会左片开始。但是喺跳西模嘅，你就从右边开始。好，也係來試看呢，他係用左腳跳，也係來右腳來跳。同樣，好，同樣哦，你就會從左膝蓋先放鬆開始啊、哦。好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這個就是女生的腳步，好，是一樣的，好，一樣的，然後。这个前进的基本步跟后退基本步没问题，俺就用压在舞步来转换成左转步跟右转步，好，然后俺老他哈前进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就像视察一样去左转哈，同样的舞步，好，来左转开始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哎，有没有？转一的碗，好，那现在要倒车哦。倒车倒回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懂简单对吗？好，改多好，左转推转来，好，等一下你就吃宽右转再推转来，好，来左脚来开始啊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推转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改动啊，左转，好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这个是左片呢，好，如果你是跳男生，好，你是男生，当然要跳左脚；如果你是女生，你跳 C 拉的舞步，强练左脚，好，从左脚开始；如果你是女生，好，你跳 C 模的步位，好，从右脚开始练，好，右脚前进，左转，右转，从右转开始，来，我们来试试看哦。好，右脚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
5、6，退回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再一次右转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回来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好，也只会记录把右转步跟左转步，好，也按从头出来。来行两转，再来左转，再推转来，再来弯右脚，好，前进后推，再来右转，又再推回来。我们来试试看哦，好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步，2、2、3，好，再来一次，1、2、3，退，2、3，好，就是代表是3个步子，来左转。1、2、3，回2、2、3，再来3、2、3、4、2、3 ，OK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个中间，等一下我们要对等音乐来练习，左脚练一边，右脚练一边。但是这中间的节拍的转换，就从中间弹动4次，好，弹动4次，再来弯右数。右脚来开始行，好，来也弯右片了，来试看了哦，1、2、3、4，开始行，1、2、3，推2、3，再一次，1、2、3，退2、2，好，准备转咯，右2转，左2转，再来右2转，左2转，好，好，相信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应该冇问题，也来对音乐来试看呢。好，来，先开始起跳，来，我们的身体跟着音乐来律动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左脚2点，退2点，再前进。好，左转，再一次左转，好，律动，1、2、3、4，换右脚，好，右转，好，右转。左边1、2。好，弹动1、2、3、4，右1。好，右转。相信我们的好朋友们一听跳都冇问题哈，跳得短快了，多多练习，你就会越跳越好哦。